人生如戲就可能係一個比較聽得多嘅一個4字詞語啦。咁我成日都同我啲客人咁講，其實當我接到你個單位嘅時候咧，就好似我接到一個劇本咁樣樣，裡面係需要可能一個導演，而我哋設計師就係扮演呢個角色。咁我哋需要嘅咧就係話點樣將我哋嗰個演員啦，或者係我哋裡面嘅所有嘅道具啊，點樣可以發揮到淋漓盡致咧，就要睇翻設計師點樣去鋪排，唔係淨止係做一個叫做美學嘅，亦都係需要顧慮翻戶主啦、嗰個喜好啦、要求啦。所以設計師嘅責任就係當收到劇本嘅時候，係點樣將佢發揮得更加好。因為紫色有好多種唔同嘅色度嘅紫色啦，顧慮到可能時段性啊，例如可能日頭同埋夜晚都有分別嘅。咁啊夜晚我就會去呢隻紫色可以變沉少少啦。磚料啦，我哋就其實用咗一隻好似類似竹樹嘅感覺、竹藤嘅感覺去做一個效果。咁佢係嚟自一個日本嘅奧運火炬 designer 去做一個設計嘅。咁所以變咗係我哋嘅電視牆嘅一個叫做特色嘅位置咁樣咯。室內設計對於我嚟講，最緊要係可以幫到個戶主啦，喺有個有限嘅空間裏面啦，去發揮佢哋而家嗰個活動性。除咗係實用，同埋亦都要有少少華麗或者係一個藝術嘅效果咯。